分享大家所看的呢，夫妇闹热团练的，今尾係正熱班分享。今晚來到現場啦，大家團練嘅，希望呢鬧熱大擂台嘅主持人新月姐，吼。大家好，我係咧祝大家都新的一年有新的好氣象哦。嘿，啊旁邊兩位係葉庭軒小朋友。嘿，大家好，我到葉庭軒，韓國我今年13歲。 希望大家在新嘅一年福福幸福。唔講13歲唔一樣誒，來徵婚咯。咩嘅？你想13歲新月姐帶點子哦，幾個媽媽啦哈？沒有。我們今天係根本嘅情侶檔。唔係母子檔哦，跟藝夫飛嘅，我講哦，用咩啊？呢？嘿阿妹啦，唔怕足講啊。咩啦？咩？鬧熱大擂台啊！嗬，新嘅主持人。 哦，新的主持人，叫羅時豐大哥，使用哪來哦？嗌唔該啦，嗌唔該，唔該，啊，冇介紹一下，自己來嘅咩？唔係，哦，人男朋友，男朋友，男朋友，一之前都嗌你哋鬧熱大擂台啊，嗬，佢要嚟參加過，啊要當好嘅成績，嗰個唱都當好唱。十分厲害，係彈起鋼花之地嘅，中氣十足嘅嗓。然後唔係唱流行歌曲哦，傳統歌曲，山歌，冇冇？ 唱係兩邊係彈款啊！桃花開來，藝文唔會唱。哎呀，要撞腔係真要撞腔係。唔會唱。分享兩個嘅節目。鬧熱大擂台。唔過，阿傑講，而學嘅傳統歌曲係哪種嘅？做嚟唱看啊嚟彈。有啊，有山歌子啊、老山歌啊、平板啊，全部佢親拿數嘅。真係解。阿嘅紅葉咧。 真哦，紅葉咧寫阿妹嘅。我啊嗬，乜解就當拿數，乜解就唔愛。嘅藝就會上我嚟彈看啊，做對唱一下嘛。做對啦，我哋嘅我就一條天天啦。我就一條嗬，藝乜上乜係安尼啦。一條行情嘅咧。藝上乜係安尼啦，一條行情嘅來彈看啊，真係係哪一條唱？好，大家來彈看啦。 羅時豐大哥唔是來咧，佢哋用啥配合嘅同好哦。哦，做對嘛？做對，啊，鬧熱大擂台啊，播出嘅時間係哪時呢？哦，我哋就睇首播嘅時間係禮拜六下晝5點半到7點。下晝5點半到7點。啊，聽講啊，最近咧進入總決賽啊。錯，你下當緊張嘅，你一季要進入呢個總決賽。古所有動到嘅運動厲害。庭軒，你說嚟過關嘅呀，開始比總決賽。佢季冠軍已經過關啦，不過你下期就睇等呢個年度嘅總冠軍。 啊！你金幣章衝啊！你一條唔拉呐，行咗你個衝呀！其他係衝啊衝，真係看唔出佢嘅實力啦。那你老是拖下嘢啦！哎呀，今年唔做乜按槍咯，等人鬧哦。好啦，下一幫佢表現一下啦，嗬。萬用鬧到呢個鬧熱大擂台水準就安陽天天做唔得。水準十分嘅好。係錯啊，冇加創嘅平板咪嗬，冇創山歌之後誒。山歌子，好。 來彈看啊，葉庭軒唱嘅《山歌子》。耶！來，唱，葉太過了嗬。係啊。三月了，你哪來？此心留念啊。 娘，龍酒打了。
你要用脑叫佢喊嘿啊，我都旁边跳都按的扭，佢喊做得样冲阿姨厉害。表示冇乜嘅識事。真，我们刚刚设计哦，我以他闪过出来，有大将之风。有嘛？就喺我哋腦熱大擂台出來嘅。懂吼，大家一天都支持了腦熱大擂台。誒，還有哦，還有哦，從輕鬆有誒，你禮拜六啊，喺冇看到發，禮拜日最都看到有重播嘅時間。好，幾多點？早晨係8點半到10點。好，早晨8點半到10點哦。黃金檔。好，講什麼？嚇？講什麼？上看啊。叫做綠羽毛啊。係綠羽毛。係啊，綠羽毛哪時做？3月7號，按部頭幾多點？講。8點到9點半啊。8點到9點半吼。好，哪台？17台啦。17台吼，大家一天都支持吼，綠羽毛好。嗱，唔好讓講啦，我哋慢慢接電話了，假意黐線生。誒，黐先生。嘿。黐先生好。嘿，你好。嘿，我來團兩個錯冇？嘿。嘿，我團哪題？T10題。第10題。好，第10題了。第10題係乜嘅？嘿，自拍。鳳鴨蛋、拍鴨蛋、見到火龍龍山台一組啊，自拍哦，自拍自拍，你很沒有情趣哦，按叫就講，你冇人啱嘅哈，哦，自拍哦，靠天哦，誒，靠天啊，靠天啊，好，來看一下自拍誒，錯唔錯咧？錯咧，恭喜，好，來看一下紅葉子，來看一下幾多線幾多號，嘿，幾多號？青菜線唔怕啦。給留本愛啦，我幾多號？700號，8咯，700號啊，700號，用啊，700號，係咪太重？誒，對我來講太重，真嘅，對我來講10分的太重，按用啊，愛玩冇？啊，唔是，唔是玩咯，真嘅，誒，真嘅冇玩啦，冇玩嗬，唔講嘅嗬，哦，今日本睇下看嚟嗬，好，嚟。最近我係10分開，我跑喺客家天上演動開，我知道現在一天都起油了。高級水鹿茸禮盒啦，就係吼鹿茸嘅嘛，啲啊，現在係當好，喂當用，做得叫咩？所以佢說那就送俾你哦，恭喜哦。有嘉義嘛？冇嘉義真係送嚟。啊有加碼題嘛？有，誒。假使咧唔要團促嘅咧，俺家裡面有送養生食品，好，加會用係嘛？誒，我送嘅會強。我不如講下用啊，啊未喂，其他一對，你話吼，我知道一天用開，嘿，用嚟講。因為你會送佢假魚精，高級假魚精。我希望吼，你話兩種啊，唔好窮下食咯，會流屁汪嘅哦，不要你。炒，會流鼻血哦，不要分一起吃哦。嘿，哎呀，題目係乜解？好，兩位先生，有看你腦熱大擂台節目冇？有啊，好，今日俺嘅冇人哦，俺嘅咧，鄉下主持嘅係哪位？鄉下主持係哪位哦？嘿。冇講錯啊！哎呦，唔要按用一本人一樣跳。這麼人將何必淚花？唔講要看偏愛啊！唔要偏愛吧？家啦，看到上次你講羅時豐老嘅弟弟啊，創三國志嘅弟弟啊。嘿，羅時豐老創三國志嘅弟弟。兩啥嫌疑位？萬一還有可能。羅時豐。嘿，嗱，肩膀有本人問題啦。來看一下羅時豐大哥錯唔錯？對，鼓手了甲魚金馬送本哦。係，希望身體康健哈。恭喜。如果係呢班藝專冇關係啊，咪都嚟看一下。好，唔講藝看咯。一藝。關係啊。哦，關係哦，按帶奶我來講。好，關係應該。有喊張英也不下料哦。好，多謝哦，拜拜，多謝黃爺姐，還有葉姐，多謝。